立法院昨继续审议司法院人事同意权案，立委是关心死刑准废的议题。通法官被提名人廖福德表示，目前台湾社会真侪民众支持死刑，认为废除死刑就要分阶段来做，最后是走向废除死刑。另外一个被提名人刘正基是明确表态支持废除死刑。立法院12继续审查司法院人事案，大法官被提名人廖福德、刘正仪报告时阵拢讲，要做宪法守护者。在野党立委拢在问死刑准废议题，伫死刑实现了后，是不是还阁坚定停废死？比如说，以从国际人权条约的发展来看的话，它大概是分为2个阶段。因为社会的脉动慢慢从把它限缩到比较小的严谨的范围。那我相信台湾的社会目前为止刚好处于的第1个阶段。那它可能未来在第2个阶段是否要进行到废除死刑的话，应该可以透过社会更多的互动讨论。我个人的理念向来都是呢，我们应该走向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。对于这个死刑合宪的判决呢，感到非常的遗憾，里面还有一些没有讲清楚的地方，包括呢，被害人家属如何参加诉讼程序，获得一个舒缓。这个呢是国家的保护义务，我们不应该继续活在印报思想里面。今年国民党团就表示严格管控人事案，立委齐家新也讲被提名人廖福德的土地，好亲像租户非法洗车抢，不断的去澄清，拆不掉就是拆不掉。我是不是在之后我来稍微之后让这些业者去做违法的事情，于右乡民？你要怎么让大家相信你是一个客观中立的大法官呢？你好，齐家新马变做刘正仪较早并且大文，伊对卡关案表态，要做大法官被提名人，敢也会当独立判断。你说，当台大决定要让管中闵担任校长的时候，你的脸书发文说免予同意又来了，这些人大概真的以为他们都看不懂，他们在合演一出超级搞笑剧。是年度最大的假新闻，演好圆满吗？我过去的看法都没有改变，所以你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搞笑剧？台大的校长就是教育部，就是在演了一个搞笑剧。民进党过去的政府演了一个搞笑剧，没有错。司法院正副院长甲大法官人事同意权小连续3天审查结束，立法院嘛要第24早起行使同意权案的记名投票表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